后来继续来看台中市政府发放第2波的物调券，民众会当用现金100块抢买到名额200块的这种券。早起一透早，伫台中上界大场的建国市场，有就亲的婆婆妈妈到现场排队抢买。透早，台中建国市场外口有规千个家庭主妇伫排咧，本来大的这个布棚根本就无够用。 大家唔惊日头遮炎，就是要来抢第2波的物调券。这样子排多久？超1个钟头。1个钟头。你来的时候前面就是很多人了呀。哦，排1个小时，几点到？8点，晚上8点。我都会买一些平时家里需要的肉类。 因为乡亲会当用100块换到名额200块的物调券，甲算算的等是买物件拍5折，所以讲就算一个人敢使换2张，头一天2500张，伫咧开放1点钟内就换了去啊。好啊，消费者好高兴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来用是不是？对，很多人喜欢。虽然有人感觉会使刺激消费，不过冇人感觉讲安尼帮助有限。买鱼买肉，蔬菜类的部分一次买到200块，除非说他可能需求量比较大，不然的话他不会买到200块。哦，因为本身物价就不找零啊，有比较好啦，我们都没有差。哦，对啊，你看有没有？所以主要是太少的原因啊。就是碰到那些这个会碰啊，那么多人在碰啊。 冇民众换了才发现讲，并不是逐单拢有伫收，都爱先问个清楚，感觉有淡薄晦气。经过市场是回应讲，有咧继续宣导摊商配合，也过有一寡摊商议员感觉有淡薄麻烦，无配合，嘛呼吁这个物调券使用期限是到6月25，千万唔通过期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